停喺後天啦，佢趕住喺6個鐘內完成啊，最後佢5小時19。係啊，值得睇嘅佢就係 Grand Slam 啊，所以佢係拉16嘅時候跑埋1小時46分完成。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. I will try to fix you. 跑埋呢個轉彎位就到啦，啊，完啦，今日睇最後10公里。好流，但係好好玩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浩天，今年16歲，係一名越野跑手。我喺24年嘅時候參加咗一個由 TPH 教嘅跑步班啦，然之後就參加人生第一場越野跑賽事，咁就覺得好有趣，然後就對呢個越野跑產生咗興趣，而入咗 TPH Youth Team 就正式開始咗越野跑嘅一個生涯啦。越野跑對我嚟講呢，就同路跑有好大分別啦，因為越野跑嘅路況好唔同啦，可能係碎石路啊、沙泥路啊咁，又有上上落落，咁變相就有好多嘢可以玩咯。因為我係一個學生啦，始終正職，咁讀書壓力都好大，咁我亦都覺得一個越野跑嘅運動呢係可以幫助我減壓，所以我就覺得對於我嚟講，越野跑除咗係一個令我放鬆，亦都係令我可以有成績追求啦，一個樂趣，一個娛樂，所以亦都係我亦都好重視呢項運動咯。而對於我嚟講呢，挑戰就係因為始終你越野跑都要有一定嘅速度基礎啦，咁喺訓練嘅時候呢，就一定係好辛苦同埋好悶嘅，咁但係認識咗一班跑步嘅朋友啦，咁成堆一齊差唔多年紀，亦都有差唔多興趣嘅朋友一齊去到衝呢，成件事就由好沉悶變到好熱血嘅，咁亦都係令到自己可以振作起嚟，咁大家團隊一齊完成呢，亦都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支持嚟嘅，咁就令到我繼續堅持落去咯。而未來嘅目標呢，最理想當然就係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出戰呢個亞錦賽啦。咁如果一啲比較容易啲達到嘅目標呢，就可能係玩一啲更長距離嘅比賽。我依家暫時玩過最長呢係余良嘅75公里賽事，有4500米攀升。咁我希望可以喺短期內就挑戰下100公里，喺1年度啊，或者係2年就挑戰埋100 mile 嘅賽事。咁呢啲亦都係我一啲未來比較近期啲嘅目標咯。對我嚟講好重要嘅人啦，咁首先就一定係黃浩聰聰 Sir 啦，咁佢係真係好有心去全心全意咁樣去推廣越野跑俾青少年啦，咁我自己亦都好有幸去成為咗佢嘅學生啦，無論係資源啦，一啲跑步嘅技巧啊，咁佢都可以幫助到我好多咯。另外就係我覺得即係跑步點解可以進步到有一個咁好嘅成績呢？咁亦都係因為聰 Sir 有一啲好有系統嘅訓練方法啊，咁而令到我哋可以好專注咁去做。而另外亦都要多謝嘅就係我嘅教練啦 Marcus， 佢亦都係 TPH Elite Team 嘅成員。我同佢就係喺一個跑步班上面認識嘅，嗰陣時佢係我教練，咁而家都係。咁佢就喺我跑步一啲比較低迷嘅時期啦，即係可能有啲好想放棄嘅時候，佢俾咗好多開解、好多支持我啦，用好多時間去同我傾偈，咁亦都係令到我重新振作起嚟，繼續去堅持跑步嘅。而我希望藉此就係可以鼓勵到更加多同我差唔多年紀嘅青少年啦，可以踏出自己嘅舒適圈，勇於去嘗試咯。以我個人為例，喺2025年8月就舉行咗一個4日就係202公里嘅挑戰啦。咁我覺得
即係喺呢個挑戰裏面呢，我係未有經驗，亦都係面對咗好多嘅困難啦。咁但係我發現係中間有好多意外啊、剩啊，或者係真係個人好攰啦咁。但係我發現勇於嘗試，你只要肯堅持踏出你自己嘅下一步，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到建立到你嘅距離，去到完成成個挑戰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去到鼓勵一啲青少年。就算你自己覺得自己係唔得嘅，但係只要你肯去嘗試，踏出呢一步，其實你係有機會去做到嘅喎，甚至乎係比你想象中有一個更好嘅效果成果，令到你更有動力去到嘗試下一次，不斷重複咁挑戰，令到自己有一個更好嘅成績咯。